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知影讲，即马政府不时都咧甲咱鼓励，讲虽然天气足热啦，毋过吼，有当着啊休困日，嘛着爱出去行行咧。开营食穿，带动一寡经济，原来无歹。各种就想到一条台语的老歌，歌词写了好，歌星唱了如何，劈谈家己。第一趴歌词讲，风和日暖好天气，炎热日头出上天，鸟声乱天，海咯海。顶日我有约束伊，劈谈过假期，满面春风欢欢喜喜，景色笑眯眯。咱双人洋洋得意，合唱青春诗。你甲听叶俊麟老师所写这个歌词，互你心内感觉真甜蜜。啊，主唱人吴振怀老师，我还阁特别介绍一下。到甲这当阵，无一个作曲家亲像伊，所教的学生谈台语歌单，到甲这阵影响力还阁遮尔啊大。莫讲伊教出来上届招回迄个上尾的学生黄一玲，包含歌后江辉，包含歌王洪英红，拢捌唱过吴振怀老师的作品呢。这条劈谈假期伊伫咧唱，都是男女间优秀光景迄种的甜蜜。啊，咱那个想一个真，有当着啊厝邻亲人带咧，去到风景区安尼伫咧行，享受一个天伦之乐，也是讲恋爱中的人享受一个做伙出去佚佗的甜蜜。迄种吼赚几千万、赚几亿的家伙生理人，有当着啊都无法度享受这种感情上的满足。你讲看有影无？毋则讲歌词内底伫咧写出早前劈谈迄种迷人境地，上界有路铺伫咧咱的眼前的所在。讲到劈谈，咱就想到劈谈有吊桥啊，有影，搁来歌词伊就写讲双人行过铁线桥，沿路哪行哪稳笑，毋管日头烧，海咯海，半坐半倒树骹歇，手揽满身腰。水边男女杂音乱叫，热烈哈哈调，各小船双双影照，静静水面摇。哈，你甲听这个歌词，国情啊，伫咧讲恋爱中的男女吼，有当阵啊，真正眼内敢若对方尔，无别人啦。毋则叶俊麟老师写这个词，写甲遮尔活泼。你甲听讲，水边男女杂音乱叫，热烈哈哈调。实在讲，毋是干咱两个恋爱来忧伤劈谈的光景呢。水边的男女嘛同款呢，人安尼笑甲欢欢喜喜，你讲人杂音乱叫，啊，这就是台语歌词艺术的所在啊。实在讲来，到这国政原来要劝所有好朋友，休困日真正毋通关淡出嚟，出去行，出去佚佗，开营借铁，咱都有咧趁，原来基金有咧开，只要莫用伫咧歹，这种对经济原来是有帮助。毋则讲歌诗吟忧伤报道的好光景。